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5节，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到3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焚而不毁。昨天我们谈到了雅各的天地，我们明白那个是一种比喻，也就是在表达人与上帝建立关系、立约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5节，摩西第一次遇见上帝，他所看到的景象，那荆棘着火却没有烧毁，这种焚而不毁所遇见的这个地点呢，跟景象。再次的牧师还是要强调，没有烧毁着火的荆棘是当时候上帝显现给摩西看的一种方式，展现了上帝的权柄与能力，但是并不代表上帝出现一定要没有烧毁着火的荆棘。上帝仍然能够以别种的形式方式来向世人显现。经文告诉我们，有一天摩西为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放羊，他领了一群羊，横跨了沙漠，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在那里上主的天使像是火焰，从荆棘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荆棘着火却没有烧毁，他想，这可怪了，为什么荆棘不会烧毁呢？我上前去看看吧。上主看见摩西走近，就从荆棘中呼叫他，摩西，摩西。摩西回答，是，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再走近，脱掉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样的说法也就如同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信徒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的，有上帝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是圣地。如同耶稣基督也这样说，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全。因为凡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地方，我就在他们中间。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到20节的经文。摩西因为在西乃山上面看见了着火却不烧毁的荆棘，他就知道那是上帝的形象，展现了上帝的权柄。他也就在那个当下，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虽然他仍然几度想要推脱，想办法要推辞掉上帝给他的呼召，但是这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就成了摩西领受上帝呼召的一个记号了。这个记号起初在初代教会的历史当中，其实并没有受到重视，一直到了第16世纪，
法国的国王他迫害改革宗教会，但是改革宗教会坚定的信守了对信仰的原则，他们并不妥协，也不这样就害怕退缩，信仰也不会因为烈火而烧毁。在1583年，法国改革宗教会开始使用了这个焚而不毁作为该教会的一个标志，借以表达自己的还有教会的信仰立场。后来英国长老教会也受到迫害，伦敦教会也于1642年开始采用这个焚而不毁的标志。之后陆续有苏格兰的教会、澳洲、纽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各地的长老教会也先后的采用这个焚而不毁的记号作为教会的标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也是由加拿大宣教师马街带来这个标志，就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标志。这是非常吻合台湾教会的一个受逼迫台湾教会的历史跟代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经历了民间宗教的对抗压迫，也曾经经历了日本时代的政治压迫逼迫，宣教师被驱逐，神学院被接管。在国民党掌权的初期呢，对长老会的逼迫也更加是严重啊。对，比如说对台语的歧视啊哈。当时候说母语是要被挂狗牌，那个时代，教会公报被没收，买台语圣经变成了犯罪违法，会被抓，会被关。礼拜当中有特务，教会为了公益民主走上街头，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年代。焚而不毁就成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无可取代的一个标志。这样的一个基督教近代改革历史，焚而不毁有了新的信仰意义。但是这个当中不变的是，基督徒要有信心来面对强权的压迫。摩西他也领受了焚而不毁的呼召，他当时候所要面对的就是预备要去面对埃及法老王的压迫。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到31节接续的提到了摩西的信心。圣经说，由于信心，摩西出生后，他的父母亲看见婴儿俊美，把他隐藏了3个月。他们不怕王的命令。由于信心，摩西长大之后拒绝被称为埃及公主的儿子，他宁愿跟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不愿在罪恶当中享受片刻的欢乐。在他的眼中，为弥赛亚受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宝更为可贵，因为他盼望着将来的奖赏。由于信心，摩西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震怒，因为他似乎看见了眼睛所看不见的上帝，坚忍到底，不肯回去。由于信心，他设立了逾越节，并吩咐将血洒在门上，
使那执行毁灭的天使不至于杀了以色列人的长子。由于信心，以色列人得以渡过红海，好像走在干地上。埃及人一试，水就把他们淹没了。由于信心，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走了7天以后，城墙倒塌了。由于信心，妓女拉合不至于跟那一些不服从上帝的人一起被杀，因为他友善地接待了探子。我们看到从摩西的出生到摩西在法老王的皇宫受到照顾训练，然后离开，到摩西后来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所遇到的重重难关，乃至于后来的过红海，经历旷野，围绕这个耶利哥城，这些事情都展现了那种焚而不毁的信心历程。这个标志其实也应该成为现在每一位基督徒自己的标志、信仰标志以及我们的护照。因为无论我们要经历何种的困难，都要能够坚定的相信，跟随上帝的呼召来前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谢谢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境况，以不同的记号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上帝，你应许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赐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够蒙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